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好听、上经典的嘛伫遮。经典传奇，不老的音乐传奇。我拢讲，阮亲戚朋友，拢讲，我甲文涛介绍，每个人都很瞧不起我的，你嘛卖啊臭屁！我要相信啦，虽然文哪有可能会走出来啦。我甲姚伟讲，哦，你嘛唔通安尼考验阮这两个老的。无，但是文夏老师足欢喜的呢，伊感觉讲伊会使教咱这个少年人的音乐接轨。哦，这伊的上爱。我伊上爱啊。我吼希望吼，我会当个带你去日本佚佗，啊去食拖罗，吼啊食和牛，吼，迄是你的最爱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上拍台湾歌。